每當提起西貢嘅時候，大家嘅第一印象會係啲咩？係一座充滿活力、帶住西方色彩嘅亞洲城市，定係一個充滿熱誠友善、人情味十足嘅地方呢？總言之，西貢喺好多人嘅口中係一座令人流連忘返嘅城市。喺成為現代化都市之前，西貢曾經係一片水鄉，遍佈住大大小小嘅河流同埋水道。所以好耐之前，人哋稱西貢為 Prenoco， 意思真係森林中嘅城鎮。經歷唔同時代嘅變遷，人們仍然好鍾意使用西貢呢個名，佢如同連帶當地人一段溫暖而熟悉嘅回憶。人哋成日都講西貢係一座不夜城。由朝頭早到深夜，熙熙攘攘嘅人潮穿梭喺街道上，喺巷子裏，摩托車嘅燈光照住城市嘅每一個角落。但喺如此喧囂繁忙嘅城市節奏入邊，西貢依然保有悠閒嘅片刻。嗰個就係一個悠閒嘅早晨，喺熟悉嘅角落頭入邊品嚐一杯咖啡，睇一份報紙。另外有一啲聲音早已成為咗西貢獨有嘅城市印記。嗰啲由傳統街市傳來嘅笑聲同埋討價還價嘅聲音，洋溢住最真實嘅生活氣息，映照住當地人嘅生活節奏、日常習慣以及獨特嘅人民風貌。而每到深夜嘅時候，總會傳來粉麵車嗰熟悉嘅敲竹聲，偶爾仲會摻雜一啲小販嘅聲音，伴隨住呢座城市進入夜色。hột gà nướng, hột vịt lộn, hột vịt giữa, trứng cút lộn, bắp xào咧。海外歸來嘅人特別想念呢啲聲音，佢哋話呢個就係西貢嘅聲音。而塑造西貢靈魂嘅，正係生活喺呢度嘅人。西貢係一座充滿桑園同故事嘅城市，有人從遠方嚟到呢度追尋夢想，亦有嚟自世界各地嘅背包客喺短暫停留之後，便深深愛上咗呢座城市。正因如此，西貢成為咗一座匯聚嚟自不同地方嘅聲音、語言及文化，營造出呢一座城市獨特而多元化嘅面貌。即使西貢嘅人潮多到令人眼花繚亂，你依然能夠感受到呢一座城市嘅真誠。無論你係邊個，嚟自何方，西貢總會以最真摯嘅熱情待人，喺你心目中留下一份溫暖。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，西貢係佢哋夢想啟程嘅地方。有人喺一座城市入邊長大，有人循住夢想而嚟，大家都喺呢片土地入邊尋找屬於自己嘅故事。西貢嘅特色就係唔穩定性，正係呢啲唔穩定性，俾追夢嘅人創造咗好多機會。所以愛上西貢嘅人，某部分上就係愛上冒險探索嘅感覺。喺抵達夢想之前，西貢會令到你人生增添色彩。
最近呢幾年，隨住越南嘅經濟起飛，西貢嘅模樣可以話日新月異，但有啲事物始終不曾離開過。嗰啲熟悉嘅記憶、溫暖嘅人情味、親切嘅聲音，以及西貢留喺人們之中嘅獨特感受，依然靜靜咁樣存在住。